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問經所答，我係 Matina。主已復活系列第二節，見主非夢，信心漸深，主親顯現，真理可捉。耶穌復活之後繼續爆場，門徒仲未recover，佢又次出現啦。今次門徒真係以為撞鬼啊！耶穌好超，想摸我有骨有肉。門徒個腦都未轉過嚟，耶穌又次開騷啦。耶穌站在他們中間，說：願你們平安。他們卻驚惶害怕，以為見了魂。路加福音24章36到37節。Imagine 你同小組蘇明查經，講到耶穌係活嘅，突然間有把聲音講出嚟，我係啊，成班人就話啦：主，你真係主。耶穌話：講過復活噶嘛，講過就算數啦。門徒驚，唔係因為佢唔相信耶穌復活，而係根本冇諗過咁快登場。耶穌證明自己唔係鬼，方法係摸下，然後再食魚。你們看我的手，我的腳，就知道實在是我了。摸我看看，魂冇骨冇肉，他們正喜得不敢信。耶穌就拿魚在他們面前吃了。路加福音24章39到43節。耶穌冇用神學講解復活，佢係用實體經驗摸睇食，一句講晒。神唔係怕你而問，佢係願意俾你驗明正身。如果今日發生，你話主啊，你真係你啊，耶穌話係啊，你摸下啦，唔夠啊，我食埋條魚俾你睇。復活唔係光影時下，而係 real life Jesus， 骨肉兼備，可以一齊食飯嗰種真實。信仰唔係信得切先至信，係願意打開個心去經歷。門徒唔係唔想信啊，佢係信得唔夠，信得唔夠深。耶穌冇話你信得唔夠就走開啦，佢係話你未信得穩，我俾你機會再信得清楚啲。佢嘅出現講平安，俾你摸，俾你睇，食埋俾你睇，全部都係話俾你知，我真係活咗，而且我想你信得真實。今日反思，你信緊邊一種耶穌呢？你信耶穌係歷史人物，定係每日都可以經歷嘅救主呢？你信嘅係理論啦，定係知識啊？定係你係摸得到，活在你生命中嗰種真實呢？挑戰你今日翻開路加福音24章36到43節，同主耶穌講：我唔係完美嘅信徒，但我願意信得更真，行得更實。下一節，多馬話唔摸唔信，耶穌話嚟啦。好，記得 like subscribe 我嘅問經所答，下條片見，拜。